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伫意大利罗马一个中世纪古迹康蒂塔楼传出倒去的意外，事当时有5个工人伫咧内底作业，其中4个人是成功走出来啊，不过村内1个人煞掉伫咧内底12点钟了后才互人救出来，煞因为伊伤势相重，最后也是救无转来。 消防员坐分推，当咧救援受困工人的时，塔楼摊边下壁突然佫倒去。消防员甲围观的民众赶紧离开，现场是土粉蓬蓬响。这个事件发生伫当地时间初3早起，位于罗马竞技场甲罗马广场之间的中世纪古迹康蒂塔楼发生倒去的事件。迄当时有5名工人当咧塔内维修，其中1个人随即为阳台逃生，另外3个人也下腹逃生，其中1名工人伤势严重，另外有1名罗马尼亚籍工人掉伫塔楼内，因为塔楼结构继续帮增加救援的困难度，消防队用吊车将大型钢线放入2楼，为窗仔抽出装啊厝下。 救援经过12点钟，总算伫暗时顺利救出最后1名工人，也毋过1名工人因为伤势相当死亡。 But as firefighters were trying to get the 5th worker out, there was another collapse. AP was already on the scene. We were live when the huge collapse happened. There was a big cloud of dust that came up. People just pulled back. The firefighters were covered in dust. And now they've brought in this extra machinery to get the last worker out. 康蒂塔楼伫13世纪是迄当时的教宗以诺真爵3世为家族所起的。14世纪捌因为地动受损，17世纪也发生过几摆倒去，后面出钱进行翻修计划。罗马文化资产局指出，青沙塔楼倒去毁损部分的结构。虽然官方表示开工进程的报告显示现场符合施工条件，也毋过罗马检方有关针对事故展开调查。公司新闻刘秀芬编译。